飞跃30，爱你爱我。北区区长潘宝惜这位议员贵宾发出口号，做伙切鸡卵糕，庆祝太极门台南道馆生日快乐，见证30档的成长甲蜕变，画面相当温馨。台南市长黄伟哲马上上祝福，因为各位师兄姐的灌溉，让太极门在老师、师父以及各位师兄姐的努力之下，有非常好的成就，也可以让这个城市更美好。那不仅是练功，或者是身心的陶养、品德的精进都能够让我们城市更有爱。这天飞跃30，爱你爱我观庆活动，除了安排讲座，创造新心灵的正面循环，也佮安排济多元精彩节目，对小学生到乡亲时代，拢以欢喜心来表演。最后，太极门弟子合唱一首《世界之爱》，邀请大家以着善良共创和平世界。这30年来，我们结合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力量，传达希望世人共好、社会共善的理念，利用公益文化交流的方式，来散播正向的能量与气场，助人助己，希望能帮助社会与国家更好。感恩各界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希望未来能结合更多的善念同行，共创美好愿景。除此之外，台南道馆也佮准备了古堡单位，包括着象征快乐的冰淇淋 DIY， 佮有象征幸福的、象征财富的，佮有象征智慧以及健康的关卡游戏，趣味高好耍，非常有教育意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